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4月22日，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我们也透过诗歌来敬拜上帝，让诗歌带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让我们每天来到你面前，也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
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得罪你的地方，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时候不顺服，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了许多的天灾人祸，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了许多的事情，都愿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将自己完全的献上，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亲爱的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面前，恳求你带领，恳求你祝福。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4月22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经文在列王纪上第8章第41节到53节。列王纪上第8章第41节到第53节。假如有一个住在远方的外族人听到你的大名、大能的手、随时救助的膀臂，而来向这圣殿祷告，求你垂听他的祈求，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照着他向你祈求的答应他，好使全世界的人都像你的子民以色列一样认识你、敬畏你，知道我所建的这圣殿就是敬拜你的场所。假如你的子民奉你的命令上战场跟敌人打仗，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面向着你所选择的这城和我为你建造的这殿祷告，求你垂听他们，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祈祷，使他们得胜。假如你的子民得罪你，没有人不犯罪的，你在愤怒下容许敌人打败他们，把他们俘虏到别的地方，即使那地方非常遥远，也求你垂听你子民的祷告。如果他们在那里悔改，求你向你祈求，承认他们犯了罪，多么邪恶啊！上主啊，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如果他们在那地方真心诚意悔改，面向着你赐给我们祖先的这块土地向你祷告，面向着你所选择的这城和我为你建造的这殿祷告，求你垂听他们的祈求，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怜悯他们，求你饶恕他们一切的过犯，也使仇敌对他们仁慈。他们是你自己的子民，是你领他们从埃及那烈火熊熊的火炉里出来的。至高的上主啊，愿你永远恩待看顾你的子民以色列和他们的王，每当他们向你求援，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正像你领我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你从万民中拣选了他们做自己的子民。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8章第41节到第53节，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今天的经文，也从今天的经文来领受上帝的心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今天经文当中，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领受？当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其实有它很深的意涵在这当中。然而最重要的就是这几天在分享的上帝的同在。当圣殿建造好了，对他们而言，对我们而言，也就是上帝的同在，上帝就在这当中。所以当上帝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他说话，来到上帝至圣那施恩宝座前来向他祷告，也愿上帝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边讲的非常多的景况，非常多的景象在当中。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的同在，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他祷告，将自己摆上，让上帝来带领我们，让上帝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一开始他提到说，如果有一个住在远方的外族人听到你的大名、你的大能的时候，随时就住的膀臂而来向这圣殿祷告。在这情况当中，何尝不就是我们吗？我们这些外邦的人，我们这些外族人，我们这些住在遥远的地方的人，也就是上帝的恩典，不单单能够在以色列当中，也能够在那外邦人，在那外族的，在那听过上帝圣名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这样来经历了上帝的大能。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耶和华上帝吗？在当中，当我们领受了，你是不是就是这样来信而受洗？我知道有很多的人生命就是如此，在这生命当中听到了福音，听到了上帝的大能，在当中向上帝祷告，向上帝祈求。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好几个人都这样说过，当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听到了福音，来到幸福小组，来到聚会，来到礼拜，听到我们同工弟兄姐妹跟他分享说，虽然你还没有信主，但是你需要的时候就向上帝祷告，他就帮助你。而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也真的这样做，他们也真实的去经历上帝的大能的帮助。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来祷告，上帝随时要帮助我们。所以他讲到说，听到了上帝的大能大名，随时救助的膀臂来向圣殿祷告。所以在当中，圣殿也就是所代表的是上帝，来向上帝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常向上帝祷告？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将自己摆上，让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将自己委身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当人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也求你垂听他们的祈求。所以这样的外族人也求主你垂听，像我们这样子不是血统上不是以色列人的，然而上帝也恩待我们。所以求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他这边讲到说，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照着他向你祈求的来答应他，好使全世界的人都像你的子民以色列一样认识你，敬畏你。所以在当中我们生命也是如此。有时候有些人说我们基督徒是新的以色列人，是新的选民，这也是因为福音外展出去了，福音来传扬出去了，有许多人也因此来领受了福音。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领受了福音，领受了这许多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所以在当中，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祷告的时候，也愿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也愿主救在我们当中。所以在当中向着圣殿来祷告，向着上帝祷告，所罗门王这边也向上帝祷告的时候，祈求的是让外邦人，让外族的人来祷告的时候，都求上帝来垂听。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敬拜上帝，认识上帝，知道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是敬拜上帝的场所。当我们有一个会所，有一个礼拜堂，有一个教堂，有一个空间可以敬拜的时候，那个也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边来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当我们聚集的时候就一起敬拜，当有一个地方是敬拜上帝的地方的时候，那也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我们去到那边一起来敬拜上帝。接下来他讲到说，假如你的子民奉你的命令上战场跟敌人打仗，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所以无论在哪个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不是在境内的时候才有上帝的同在？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在圣殿才有上帝的同在，在国家才有上帝的同在。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在许多的地方，当以前他们会觉得好像只有乌尔，只有在迦南地，但是上帝也让他们知道，上帝也在埃及，也在海里面，也在尼尼微城，也在许多的地方都能够跟他们同在。所以在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不仅仅只是我们所想象的，好像很局限的，而在很多地方上帝的同在。特别他讲到说，奉上帝的名去征战，去打仗。当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有很多战争是上帝允许以色列去打仗的，为了要把那块土地给他们，为了要守护他的人民，为了要得着那块土地，为了要完成上帝的应许，为了要保守以色列人。所以他说，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都能够向着这个城，也是耶路撒冷城，向着这个圣殿来祷告，向着上帝的地方。也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说要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做结束。然而在前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向着上帝。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一开始要说亲爱的上帝、阿爸天父等等等，是让我们能够向着上帝来祷告。这边也是一样，要向着圣殿来祷告，知道你的敬拜对象是谁，祷告的对象是谁，是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在当中，无论在什么地方，向着上帝来祷告，向着上帝来祷告。所罗门这边为着人民来祈求，也祈求上帝来垂听。所以他说，不论在哪个地方，只要向着你，只要是对着你祈求的，都求主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祈祷，使他们得胜。所以求主你垂听祷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与他们同在，求主你就在这当中来掌权，求主你帮助，愿主你就在这当中使他们得胜。在这些祷告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用了许多不同的情境，他也在这边在提醒着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上帝祷告，而在当中也求上帝怜悯，求上帝帮助。这边讲到说，假如你的子民得罪你，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人不犯罪的，没有人能够完全到不会得罪上帝，不走偏离的。所以这边讲说，上帝你的子民得罪你的话，如果真的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在愤怒下容许敌人打败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会讲到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得罪了上帝，当以色列人他们所做这一些事情得罪了上帝，他们所做这许多的事情因着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常常在讲到说，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得罪上帝，因为我们照着自己的想法来做，而不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因此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该怎么样来面对，该怎么样来处理。在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假如你的子民得罪你，假如这些人就像我们一样，假如我们都照着自己的心意来做，不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我们就常常会得罪上帝的事情。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人，我们看到这新闻里面常常在发生，哇，上帝生气说要毁掉他们，我早知道就不创造他们了，我后悔了。常常有这样的经文在记载到。而这边讲到说，你在愤怒下容许敌人打败他们，虽然你容许其他的敌人来打败他们，把他们俘虏到别的地方去，即使那地方非常遥远。所以做了这样事情，上帝惩罚以色列人，惩罚不是为了要消灭他们，惩罚是为了要把他们唤叫回来，是要让他们回到上帝面前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提醒，要回到上帝面前来。我们看到主也常常是这样子，上帝也常用这样的方式在唤回。所以所罗门又为了这件事情来祷告。当我们的生命面对到那样的情况的时候，
面对那情况，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所以当中讲到说，假如是这样情况的时候，他提到也求你垂听你子民的祷告。其实在那情况也很不容易，因为得罪上帝的时候常常是偏离眼目，不看上帝，因为觉得这上帝都不听我们的，怎么这样，我们会有很多那种想法。而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害怕来面对上帝，我们常常害怕。所以这边讲到说，假如你的子民得罪你，所以当中我们有这样害怕在当中。然而他也讲到说，也求你垂听你子民的祷告，求你垂听你子民的祷告。虽然他们得罪你，虽然他们在经历你的惩罚，而这边讲到说，如果他们在那里悔改，向你祈求，如果他们在那边做这样的事情，在那里悔改，向你祈求，承认他们犯了罪，多么邪恶，他们都承认了，犯罪了，做了许多邪恶的事情，做了许多体贴肉体的事情，做了许多让自己远离上帝的事情。而当他们真心悔改的时候，上主啊，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当他们得罪你了，然后接下来也求上帝赦免，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都求上帝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在很多情况，所罗门为人民来祈求，所以他说，如果他们在那地方真心诚意的悔改，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需要如此真心诚意的悔改，发自内心的，不是做做样子，而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悔改。所以这也是耶稣在讲的很重要的，当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来献祭的时候，你是真心悔改吗？还是比较的说，你看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你看我多好。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是如此，在那边比较这个。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真心的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面对这许多事情，我们是不是真心的来到上帝面前来悔改？我们很多地方得罪上帝，我们需要单单的来到上帝面前，将自己摆上，求上帝赦免我们。所以他说，如果他们在那地方真心悔改，面向着你赐给我们祖先这块土地向你祷告，面向着你所选择这城，我为你建造的这圣殿祷告。所以回来面对这个国家，面对这个城市，面对上帝所在的这个城，所以他从大的说到小的，再说到更小的这个城，也就是对焦在上帝的面前。当上帝临在这当中，我们向上帝来祷告，求上帝聆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边讲到很重要是能够愿意悔改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所罗门也继续为他们祷告。当这样子情况的时候，求上帝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求主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怜悯他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很需要如此，在这许多的状况当中，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真心的求上帝赦免我们，发自内心的求上帝赦免我们，真心诚意的来到上帝面前，也求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祈求，从天上的居所垂听我们，怜悯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当中有许多的情况，他们被掳，他们被攻击，他们面对这许多的事情。然而这当中他也继续讲到说，求上帝饶恕他们一切的过犯，也使仇敌对他们仁慈一点。打败仗了，被俘虏了，其实是很辛苦的，可能在那边要做苦工，在那边成为奴隶，在那边所经历的这个事情很难以承受。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好几段的时间，那几段时间可能是几十年，可能是几百年，在向上帝呼求，求上帝怜悯。所以他这样的祷告当中，也可以看到后续从所罗门一直到往后的时代，有好几次被掳，甚至圣殿被毁，这以色列人民所经历这许多的事情。所以他说，求你饶恕他们一切的过犯，也使仇敌对他们仁慈一点。所以当上帝饶恕的时候，那惩罚就会降低，那些仇敌
也会对他们好一点，而后来可能有些机会能够回转来到上帝面前，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能够回到以色列这块土地来。在当中我们真的知道上帝是爱以色列人的，所以当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在提醒上帝你是爱他们的，他们是你自己的子民，是你所爱的人，是你所爱的以色列人，你从那埃及这块土地把他们带了出来，那烈火熊熊的火炉里出来的，所以从这当中带出来，在400多年前，在500年前，你让摩西把他们带出来，所以这时候盖完圣殿20年，从他开始盖的时候400年、480年，所以这时候祷告大概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500年的时间，所以这当中也在回顾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所承受那些事情，上帝带领他们，因为他们向上帝祷告，向上帝呼求，上帝你爱他们，你让他们能够出来，离开了埃及，进到这块土地里面来，而在当中的生活你都在当中知道的，你爱他们，当他们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也愿愿上帝能够把这些以色列人未来所遇到这些事情也能够饶恕他们，让敌人对他们下手轻一点，让敌人在当中能够善待他们，而在当中这些子民是你深爱的，你从那烈火熊熊的火炉里面把他带出来，愿主你恩待这些子民。最后这边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所罗门对上帝说，至高的上主啊，愿你永远恩待看顾你的子民以色列和他们的王，所以愿你一直看顾个以色列你的子民和你所膏抹的王，所以当中也看顾我们的家人，这些当王的以及这些当你的子民的，所以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向你敬拜。每当他们向你求援的时候，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聆听我们的祷告。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主你就在这当中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主你帮助我们。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也不断都是如此，我们也常常在犯错，也常常在认罪，也求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也求上帝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他最后依然提到求上主恩待以色列和他们的王，向你求援的时候，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这当中这样的过程里面，就像是你领我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借着仆人摩西所应许的，你从万民中拣选了他们做自己的子民，也就是如此。所以这是你从万民当中所拣选出来的，愿主你就这样帮助着我们，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你，让我们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心意。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在这里面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愿上帝祝福在当中。因此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祷告里面，虽然我们得罪上帝，也愿上帝帮助我们，赦免我们。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的祷告里面包含了非常的多，然而很重要的是知道我们人会犯罪，我们会得罪上帝，我们会远离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求上帝赦免我们，求上帝的慈爱与我们同在，求上帝的怜悯与我们同在。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愿不愿在那些实况的时候，那些景况的时候回转来归向上帝，回到上帝面前，求上帝的饶恕，求上帝的赦免，而在当中也求上帝下手轻一点，求上帝更多的怜悯慈爱在我们当中，求上帝恩待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用真心诚意的来到上帝面前，单单的将自己摆上，让上帝来接纳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回转来归向上帝。在许多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的同在。接下来有一段时间，让我们
再来到上帝面前来默想今天的经文，来领受上帝要对你说的话。让我们真实的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恩典，你带领我们，你祝福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愿意恩待我们，虽然我们得罪了你，虽然我们经历这许多的惩罚，但是主，你的怜悯与我们同在，你要让我们领受更大更丰盛的恩典，让我们愿意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悔改，来归向你。主啊，求你的恩典怜悯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恳求你帮助我们，恳求你祝福。我们要将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也将我们的教会，将我们弟兄姐妹交在主你面前。愿我们的祷告你都垂听，愿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回转向你。献上我们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期待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让上帝对我们说话，祝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与上帝同在。让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是上帝的时间，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也就是我们领受上帝恩典。愿上帝赐福你。